安全事言行，咱你已经个感谢欢迎。请大家老师评对一讲，分对一讲，大家老师午安。检察师午安。请坐下。进来建议，不建议，各位张老师，各位前天代表，大家午安。检察师午安。希望天文书店，后来就在一处来入这个规格班，可见表示时间。真正非常的紧，一年一年过，我咱会当真正来感受，敢若有个人讲，伊先考28档，入28届配合员，考28届的新出员。一转眼，人生来到6、7十、7、8十、8、9十，所以岁月如梭，转眼之间，人生就一日一日来过去。但是咱非常非常的棒谢，希望天主不会降的积分，好上天降的积分。咱老祖师宏图大观，是尊师傅的来电，一定咱老建立的模范一些，咱建立以秀改先，伊的准备，带互咱人生的这重要的这创。咱就建议会参加殿下了咱真正难能可贵的道具。咱这一天，我一般一定点班到前，昨昏食饱，今仔去食饱，咱看了咱年轻的一代。愈来愈多，大家打拼，有对咱未来传承，显得咱受到的保护。我来当真正，互下一代少年人来肯定受到，是咱应该的。袂当咱的阿公辈、老爸老母，会继续。到咱的手，咱会甲放过去。若无保护，阿公阿嬷的时代，就这样认真打拼，来得到受益。到咱这代，咱哪会使无去来体会领悟？虽然人生的经历，透过咱得到。受到办到研究真理，咱渐渐了解人生究竟毋是做假死的，绝对是人生这个过程中有得到亲像宝贝，迄无法度讲的宝贝，伫咱身上原来咱得到了后才知影。咱就成伊，敢若伊大约因足在意，咱一
咱这市场有一个真天实地的亲做了一个头家，迄个头家是公司袂歹，是头家。迄个头家就来到咱遐，迄个有亲甲带来见咱对方。今日，头家就讲我问讲咱这是啥？你就晓讲，咱就话，嘛好甲卖一个关子。咱这用讲就歹讲，你先得到了后，听了三宝，咱再来谈好。你一定会足欢喜，你真正今仔日你会得到宝。我有甲你讲的，你明几年你会当了解，就在中央的设计。将到，然后你开你的地位，你再当真正感觉讲，到底这是啥？这个是不可算、不可言、不可说。所以卖个关子，可以。我丢到了三宝讲爽，伊安尼甲带来见咱就好。老师啊，真正袂歹，真正袂歹。迄庙时吼，伊足侪庙时吼，嘛叫三基友行起来拜拜，求天求地求佛祖，煞食平安斋，食家庭，就结束。毋知影是啥，求拢是求，毋知影人生。今仔日咱对头到尾，互咱真正领悟所讲的真正拢有道理。来到这个世间，五官完全，将来名无人会解释，无人解释个足清楚。原来中国传统文化是遮尔宝贵啊，将咱毋知影甲咱讲，讲起咱毋知影去做点啦。咱若平常讲真正清楚，咱哪有去啦？就是知，毋知是真正上界宝贵。你若讲这个境界。规公斤，产业股内底，拢无甲你讲，无甲你交代，等了后，你突然间，你发觉到你的股票内底一个金价，你有欢喜无？但是无遗憾，你以后带袂得，讲就带袂得，但我讲带袂得。所以今日上宝贵，咱如何来当真正清晰了解道真、理真、天命真。所以有不了真正的欢喜，但是伊的生意就真假无样，电行班就甲而且讲叫你头家，伊爱听你，伊听你就爱叫他，但是叫你就改，绝对不能。所以咱就讲这个，你当然你要答应，答应到定，咱处理了真正是因所业的。迄用钱要未来的，但是是不是用钱买不到的？所以，咱就感觉修道的自信，咱无来当真正对咱心、对咱家己心去开发，咱到底有做有做到。今仔来回顾。如果咱若唔知影有课有做，咱无会就歹会。所以伊能改，知过能改，这是真正上过大言。唔知影会错会是，咱袂当回顾真正重点，安尼也是可惜。所以一年一年过，回顾一年一年过。咱有拍拼，真正拍拼。咱自己，咱遐个少年，大家做拍拼。咱一礼拜看了咱成立咱和县的一个书院，义城书院，咱看到伊会当。用尽心思，我安怎会当从咱能够传承
系。从美林镇担任领导了，伊甲一个班甲主任个班，同时对每一个班少人，但是足侪老岁讲安尼袂使啦，人较少，但是听讲5个班的人愈来愈侪，讲即摆5个班增加到7个班，加起来本来50个尔，即摆讲加倍了。各位，这样的成果好不好？好。所以有你从会谈出来，义不容心啊，大家哦，全体大家信心派，所以我们要赞叹，真的要赞叹。我们咱本来当真正互相鼓励，互相赞叹，好康的斗相报。咱从美林镇真正足有心，就钱做伙去取经，去学习人安怎办。咱别人办甲遐尔方便，是为什么咱无法度办甲方便？一定有方法，只要天有心，一定有方法。所以咱感觉，我们非常赞叹咱玉林老师伊的苦心。就是因为因这个少年啊，因为迄个算性班模拟先入班同款，无先入的算性班，开了3届，结果每一届拢人班一班增加，后来一班的人，迄2个足好一个，3个足好一个，咱就来感觉讲，这样的真正互少年人知影咱爱有责任，咱要知每一个哦，3个照顾一个无要紧，大家嘛足愿意，大家嘛足有心，大家嘛足诚恳，足热心，所以咱就来参加了。当时感觉讲，我们这个社团都一定会越来越丰盛。各位同学，咱甲其他的模拟班，咱差不多500。其他人嘛，都是吧。咱看真正多，搁而且每一个拢差不多那个年龄，大概2、30岁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很欢喜。所以我来当鼓舞更加较侪少年人传承袂使所以这就是咱今仔日会就爱感觉讲，咱过去无够努力，咱未来爱继续努力，搁较打拼，安尼是不是会过？是不是？是啊，将对事情改变自己，真正用心做好咧改做。咱袂使做太太，敢是安尼？是啊。所以，咱看少年人安尼，为咧算性班，差不多18个、20个，哇！迄一个人10个就差不多500种。啊，少年人心呢，老的看心呢，愈来愈侪，这就是咱的希望。咱为真正都生命安全，都保护自己的大家共同来感受，都也和平。安尼，咱照，对不对？好平的，所以这是咱个近年来，咱非常欢喜的一件代志。今仔日实在是咱已经愈来愈贴合的，年纪侪了，其实不该遐个少年来讲比较，咱已经对的。但是，我的信心，我绝对坚定，我绝对无比别人较无够用心。咱或许真正足用心，只是头毛流露袂出咱的迄个力道，安尼。所以咱都有所不足，希望咱大家互相体谅，大家互咱下次有机会，感谢，谢谢。咱
啥人讲你敢知？咱有印象，啥物人来甲你讲这个？爱注意啊，有影，会听无？好。太极的师兄，思想正经的，言语多真实，因为端严呀，安全事业的，书如书，言如是，行如止，言如滴，书言行啊，修道人何为别？就看因为谨慎，安全的秘密，安全的秘密，太重要了。给食香蕉的啦，哦，爱食香蕉，但是伊所讲的道理真正，伫咱的日常生活，伊针对咱的思想，咱的思想爱正确，咱的思想若无正确，咱所流露出来的行为就会变差，就会变差。所以思想正经的，咱是不是有正确的思想，还有正面？咱所讲出来的话，会感动人无？有合真理无？所以言语会引导咱的情绪。如果咱肯提升奉献，咱肯为兄弟姊妹来付出，咱的情绪流露出来是一种正气充分，充满正气，人人所看的拢会感动。所以言语导精神，行为端严呀，咱的留互人的印象，伊的行为端严呀，伊互咱留互咱的印象是值得人尊敬，值得人怀念，值得人赞叹。所以咱修道人。如果安怎会当真正咱所言所行所讲的，咱拢会当振奋人，会当使人感动，这是咱应该爱去学习的。所以咱若准会当真正传承咱的营养，留下互人大家对咱的好的印象，那安尼安全事业行，咱安全，咱日常生活一定愈来愈安全。所以安全就是。平安顺遂，会当真正脱离四生六道轮回，唔免最后回到四生六道的轮回。所以思言行，这甲言行拢直接的关系。你正确的言行，下真理的言行，你留下来营养，是会咱互人甲咱赞叹。所以书如之，言如是。行如之，言如滴，所以如是就是亲像你有真正用心，流露出你的良心，流露出你的本性良心，使人感受，看了你，就欢喜，看了你，就感觉修道人真正足好来，带来互人欢喜心嘛，所以书如珠，言如是。你的本性良心充分流露出你的正言、正念，所以思言行啊，修道人何为凭？修道人凭什么？凭你的行影，凭你的正念、正言呢？你若真有做到，你伫日常生活中，你的言行，你有谨慎，因为之中，你真正谨慎。细微的物件，细微的工作，你拢做甲真正互人感受。来到有人，就看到无前提的所在，你就摕粪斗扫帚、拖把，就四行咧，看垃圾你就行到行，无分工课粗细，你拢甘去做，甘去牺牲。做人不爱做，带头做光友，带头做光友。讲的咧，拢是句会当启发人的话，流露出来是欢喜心。所以就看
因味吉气安全的味，咱的形象，咱的印象，留互人真正非常欢喜的事。所以这用咱的行为来做一个标杆，做咱效法有规礼节、戒律规戒，可以保障基本安全。咱修道若准真正伫咱的言行内底，照着规矩去做，照着咱的正气流露出咱的言行，那呢，咱会当保障咱的安全。所以，咱交通规则，咱照交通规则来驶车、来骑车、来行路，绝对拢安全。唔敢绝对啦，但是至少会使咱安全。所以，敢咱食食像啊，食食咧指人增进身体的健康，健康嘛是袂使乱食。咱若准真正食该食的，莫食不该食的。食时莫贪油，莫贪油。这个这个无健康的物件莫食，食尽量较使咱食的健康的物件。咱运动嘛是共款啊，运动咱是毋是有逐工拢有运动？大家拢有运动，保持咱的健康，莫总是拖人，只讲睡觉，安尼，咱讲睡觉比运动还好，毋是讲睡觉就不好了在比较之下，比较之下，咱做点工作，真精进，真精进，所做的，咱拢会当引导咱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然后咱的这个行动的正常，使咱来到这个世间，来互咱看落来，感觉讲你是真正拍拼认真的修道人。那安尼，咱才会当真正对家己有所交代所以第一条，修办规矩，帮助修心。咱若有照规矩来做，咱的心就会渐渐修心。不应该有诶tham欲、进行嫉妒，这物件咱拢慢慢去甲伊放下。一个有修为的人，一个有修为的人，伊举止行动一定会当做人的榜样。咱修道人真正足可贵，绝对袂随便发脾气，绝对袂随便大细声。对人谦虚、有礼貌、会包容。人做唔对，一定会真正无要紧，这搁做袂就好，搁做袂就好。安尼，互人会感觉讲，修道人真温馨，感觉甲这种人做伙修道，安尼为望。莫互认为讲，甲你这个粗俗人。伊发脾气的人，你做伙，修道要修什么？修到尾拢甲你共怪我来吵，安尼咱就失败了。所以咱老师甲你讲，有规戒律是爱用道理的解决，而毋是增加束缚。伊会当互咱减少放纵的心，袂必随心所欲的犯错。咱人上可怕的是随心所欲。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咱拢贪嗔痴，有七情六欲。咱在生活中，咱随着咱家己的七情六欲，咱的欲望伤过重，脾气伤过强，安尼对咱无好，对兄弟姊妹嘛无好，对兄弟姊妹我来当流露出咱的仇，以仇结恶，让别人足硬，咱拢用真正细碎来教你，一定会互感觉讲，你修得袂歹，人对你安怎你拢无要紧，若无安尼，咱是无咱度人连家己都无法度度，你要度人，所以度人毋是叫人来拜拜的安尼咱爱立标杆，咱的行为当互人感受，感觉讲甲咱做伙，
敢若亲像一个妈妈无比的爱心，看教家己的子女，这子女甲爸母拢安尼相敬如宾，非常体贴。共款，兄弟姊妹，甲咱共款，敢若一家人，咱拢敢若一家人。咱这一家人，我咱会当真正和蔼可亲，谦卑有礼，大家互相看教，互相扶持，互相帮忙。所以，让我们的心，我们守住这个戒律，咱遵照了这个规律、规矩，安尼来修咱家己自己的心。所以在日常生活，咱一定爱管管自教。朋友不得管求自己，咱我来当看清楚咱家己的行为，咱的思想，咱家己毛病是啥物？所以低策应改，善莫大焉；低策应改，善莫大焉。咱我来当真正伫这个所在来用心，安尼咱当真正回过。咱真无管管自教，咱无检家己，无照规律去做是做。好，敢若昨咱有段师讲，因为咱早起录音留下听，无听咧，早起伊所讲的是长空，讲吼咱上惊就是人爱包迄个包饭菜，包饭菜50对，迄艰苦人吼，伊的境界伊的厝边，伊的朋友无通好食，来咱道场饭菜足济，我来当包互遐个无通食的人食。咱道场我就讲爱包菜等于，若阵无分究竟，不明伊到底是包去倒样，伊到底是存什么心，若做了就讲了误会，会当会害兄弟姊妹生了无欢喜心的时候，会使人颠倒。咱来讲着话，哇，你足难听，你包迄无通食的食，你照着咱道流拄好有主家真正存真济，你包给有食，你的爱心真正可贵。你若照安尼去度人真正你会度足济人，你拢无好的，是不是？咱用咱的行为做正确的行为去做，安尼真正是咱护持道中的爱心，护持道中的布施的精神共款所以规矩魔规戒律是要让徒儿们得解脱，而不是增加束缚。它能够让你减少放纵的心，不致随心所欲的犯错。第二条，过程严肃，心心较安。咱文书甲你讲，回归约束之行为，准假心心必安全。真办道的人爱有真修行，才能在众生之业。真办道的人也有真严守规矩，才能从接受然后，咱我咱做着代志，做着代志，袂可怜人，做唔着代志，真正会害人，害人，搁害着场，搁害一个人断爽毁灭，无爱害安尼咱向咱家己无度度的，向兄弟姊妹无度度的，向上天无度度的。所以咱所作所为，咱大家互相勉励，咱的理智行动，随时随地，咱拢爱了解清楚。所以用心就是用心于看家己的行为，咱的行动，咱的思想有正确无？咱家己管管自教，用咱的真人关照咱家己自己，咱所做的行为有正确无？这个精神等于就是你修三宝共款，用你的三宝手抱三宝，时时刻刻关照咱家己所作所为，毋是你关照别人，咱家己爱真正下了规矩，
行为，还是无合规矩的行为，咱若做清楚，咱受得走路向走路飘。咱如果若家己无清楚，逐工随着咱家己的习惯，咱的脾气，安尼，咱不但无法度去引导兄弟姊妹，度我兄弟姊妹，咱连家己嘛会对落咧，所以这是咱感觉咱诸菩萨对咱的宣传各界，希望咱真办道的人爱有真修行，在灵在众生之业，就是一只的。你随时随地，你有真修行的心念，随时随地各界家己袂使你讲着的、做着代志，然后所做出来、流露出来，拢正确，那安尼，互人看了，人会欢喜，人会尊顺，人会钦佩，人会赞叹。所以安尼，人会对咱修行，安尼你就替人消业啦。咱就人就替咱消业，咱就替众生消业。所以就袂在众生的业，叫业甲咱障碍。咱不但用咱的功夫去度化兄弟姊妹的业力，所以叫做消冤解业。咱若安尼就当真正消冤解业。所以真办道的人爱真严守规矩，在临床接受然后解消业，消业，消灾撇业，这是咱上宝贵的所在。第三，输言行的安全修正，是言行的安全守则。咱会当平平安安出界安全，咱若都袂当平安，咱做唔到代志，害人搁害己，那安尼，咱的行为言行无正确，有偏差，安尼咱就袂安全。所以思想正品格，正公老师讲来讲，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咱做唔到代志的时候，你愈来愈烦恼，人会感觉讲你哪会安尼？不该讲的话讲到一大堆，害人听了不欢喜，误解咱道场的宗旨目标。无人像你安尼，你甲讲这个话说好诶，大家人拢像你同款，人讲甲你修，安尼要甲你传代。所以这个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你爱积极行动，严守规矩，咱家己替兄弟姊妹设想，咱拢为兄弟姊妹做工作。咱用正念才会当改变命运啊！咱若无正念，白白摕一包菜，便当要去互人，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行，提升甲干甲对落，多伫一念之间的。你讲着话啊，讲唔着话啊，安尼。所以一定要小心咱所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所以发了正念，才能改变命运啊！因为思想会造成言语，言语会造成行动，行动会成为习惯，习惯会造成性格，性格会造成咱的命运。正确的思想、行为、念头、言语，你不但改变家己命运，你嘛会去成就道场的命运，你嘛去破坏道场的命运。所以是成就，而且是破坏，盖在咱家己因心无，咱讲究无，咱做着。所以这是思想正品格，咱的品格就是咱的营养，咱的印象，留下兄弟姊妹的印象。所以这看下了，咱的道场的安全甲危险。所以这个老师讲讲，人生在世，品格与德养甚为重要。若只是追金主义，连品德都泯灭了，那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拥有的会不会不安？徒要慎思啊！这个老师讲，人生在世，品格一定要，咱有品格，咱就是修行人，积极行动，大家人拢民有咧。
大家人拢真正以先奉献，拢替我，佮讲就知一结伴，哇，咱所有人才拢做起来，斗拜倒拜，斗拜伊斗清潔，大家人拢比心下气，虔诚心做该做的工作，绝对袂安尼稀里哗啦嘈杂一片，无，大家拢静啊做，努力拍拼认真做，无久一当久的时间尔，就甲伊拜甲好势。咱另外看甲来讲，收到啦，这就是留落咱好的印象，留落咱每一个人做该做，像家己咱严守自己的言语、行动，遵照咱家己的行为去做好。所以人生安尼才有意义，安尼才会当提升，安尼才会当真正创造好的文化。使咱大家人拢有方向甲目标，所以这是代代传承。咱会当安尼来引导兄弟姊妹，互伊感受好的文化。大家人自然伊会感受讲原来咱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什么脾气？个性，个性，一种贪求，气人脾气无白。大细声，嘈杂一片，这物件咱来当净化来，咱的心净化来了，自然这物件才会好。所以咱课程就是去净化咱的身心，将咱的心清净了，大家感受真正无限的感受，真的无限的感受。所以人生人心不足，导致动荡不安，人心不足。倒地动荡不安，温磨离感。你愿意自己修养者，就要多参与圣贤生活的经典，学习圣贤生活的脚步，用自己的脚步迈行遍，不走偏锋，因果多接撇人，多接拍，人生所有真少事事如意，唯有奋斗当前。相持光明信念，促进正面力量，再连引导咱我的办法。咱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后去考试，考调一间真正规模真好的国家机关。伊是大学生，真优秀的成绩毕业，所以考调真正。规模好的国家机关了后，伊上班的时阵，就看报纸、啉茶，无啥物代志做，一寡办事人员，就拼命一直做，有一天，伊要面对要公开说明会，因单位必须要准备足济这个说明书，所以大家人拢理解这个说明书，伊最后分配到装订的工作，最简单的工作，伊就看着讲家己分配给装订的工作，这有啥物？这三位囡仔嘛要做，个别头仔嘛要做，就安怎轮番做先来做。看袂起工作，咱讲10分的准备完成3分的工作，迄个工作一定会做得出。但是伊用轻视藐视的心去面对伊的工作，所以咱做甲足无闲，做甲尾暗嘛，拢全好人看轮到伊啊。轮到伊了，换伊装订，开始伊就结束讲这足简单，装订无几本尔。咔嚓，内底装订机内底无装订书针，伊咧紧张起来，哇，无订书针，才开始感觉讲应该后仔内底拢足济啊，平常时啊，恁嘛使满久的装订针啊，
下面铅笔擦啥物全部拢有啊。结果拄到伊就要做代志的时候，竟然我是去找拢无，哇，发动所有工作人员大家来找，反正咱办公室内底所有的位啊，拢找好物件。你太藐视，这上天就是要考验。上天就是要考验你这种藐视人的工课。所以咱修道上可贵的是，团结一致。绝对袂看轻人，大家拢一路平等，大家拢共款用心。结果伊即种的行为煞，敢若上天伫考验你以为你的成绩足好，考入来你就会使安尼投机取巧，藐视你的工课。结果一直拖到找无了，就发动所有的办公室的人员去找到尾哇，找到尾11点。再去一个服务中心去做，遐物件摕转来开始装订，装订到天光才装订好。过2天8点正式大会，分互每一个人的手。伊尾去互业主又甲伊骂讲：你啊，藐视工作，平常来叫你时时刻刻爱拢准备，大家用理性下去。认真平等，大家共同用心的态度来做工课。恁竟然分了民主，你看袂起别人。这种的态度，这种的行为是很要不得的。所以咱生活中，咱要来当真正针对咱家己的行为、咱的态度、咱的言语，会当真正轻声细碎。所以就要求。互人感觉讲我们食菜人甲人无共款，修道人甲人无共款，拄好是迄个所在。咱谦卑有礼，大家低心下气，全力以赴，做咱该做的工作。逐摆咱甲3位祭典，咱五圣中祭典的时阵，正常。咱上头个人是厨房，迄厨房安尼，管厨房的人，管厨房餐厅的人，安尼条负责包装、便当包装、油饭，所有的人大家共同，安尼无一个领土人，大家拢做认真。隔工一车一车的包好的便当、油饭，送去五圣庙。每一处拢顺时环下，每一处拢互人感觉讲，咱大家真正修道人的可爱。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修道人的行仪礼仪所以就看圣贤先论，咱伫日常生活，因为咱上可贵的是时常开班讲道理，甚至咱练讲，为了要练讲，咱家己准备，搁再准备，搁再准备，足严厉的。去读经的人，咱就直直感受讲，咱像我老菩萨，无读册，毋捌字，的人考如今考比捌字的人较侪，你相信吗？真正有够可爱，大家就是毋捌字读经。前尾只用录音，互咱听，咱听录音，逐工听，就这个熟能生巧。你听久了，就记起来；听久了，会用心。所以读经8科、9科、10科，安尼伫道场中，这种的有用心的人，成功的比率偏高。无用心的人，成功的比率偏低。这个是人初心比较生活上简单的比喻啦。咱看到迄八大后兄咧读经8科、9科、10科安尼咱听伊读经，听甲真正内心无限的震撼。那就是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将工课做好，绝对袂推
推下话啦，咱管理承担好，前尾才会交代，咱大家同心协力，安尼来完成。有可爱无？真正可爱，真正我感觉讲，唯有修道的悟人，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安尼来感动人，安尼第一个感动咱家己，咱会当感动咱家己，自然会当感动他人。所以互相结发、互相感动之下，修道的欢喜心，一步一开，到最后，大家人拢完成了咱这世啊，没有白来人世上。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修道修心，真的修到无私无我，能够感动所有的兄弟姐妹，感动所有兄弟姊妹。这上界困难，嘛是上界简单。愿意做变做简单，无愿意做变做困难。世间所有代志拢是安尼。所以希望咱大家共同来努力，长持光明信念，来蓄积蓄积突用，咱正面的力量，再当横渡难关，所有难关，咱接受来，尤其今仔日咱拢知影，全世界上恐怖的是战争，现在战争不断，严厉可怕。咱要安怎会当保持咱宝岛，咱台湾宝岛，咱修行嘛愈来愈济，就是爱显咱修道宝贵，度化更大较济兄弟姊妹，将这一片的正气充电，咱就会消灾化掉。所以是咱应该爱努力，来继续打拼。所以严以导精神。严以导精神，严固得精神，地中菩萨一句鼓励话，可以让微心送一人，用信心，让伊的路变得充满希望，延续修道的慧命，延续修道的慧命。一句不经意破坏的言语，会断送他人的修行慧命，会使人对道场失去希望。感觉道场无温暖、无关怀，离开道场，咱所做所为会害人，嘛会成就人。所以你做对就成就人，做唔对你害人。所以这咱爱对伫咱的心，感觉讲，咱无咱袂使唔知影，咱一人牵系着多少苍生性命，咱一个人。伊关系了多少重生的众生啊？多少长生性命？虽然你影响了多少的人成就，虽然你做错了，你害了多少人，丧失了他的慧命。所以这是咱那种菩萨，伊甲咱讲一句话，伊很重要。一句鼓励的话，可以让灰心丧志的人重拾信心。让他的路变得充满希望，延续修道慧命，一句不经意抱怨的话，所以不要抱怨，不要生气，卖生气，卖过完，用你的爱心去化解他人的心火，咱会当去化解他人的心火，互伊感觉讲刚才你讲这个话，无我呢，心光灰烟，我心光灰烟。所以这是咱修道人的考虑。所以听到我甲你讲，各位言师爱谨慎小心言语，每句话出口爱三思，刺激会伤人，刺激会伤害道场。如果一句不经意的破坏，断送他人修道的慧命，使他人走上流浪生死、轮回之路。伊无爱来修，伊一定流浪生死，搁再轮回，事先就轮回啊！处罪过是非常的大的，咱拢有可能拄着。白白一句话，咱生气，看了了，就袂欢喜，就生气。
受气人看到你一个修行人，啊，听到一句话尔，你就安尼气团团，安尼敢是一个修道人？所以绝对袂使受气。你爱甲迄个受气吼，甲放水流。你一世人已经甲袂记了，什么叫做受气？你若生气，重他气；你若不生气，你才能够成气啊！你在先受气句啊！你若受气害人，搁害自己，搁害了道场，安尼怎么划得来？伤害道场的事情绝不做。所以，咱今仔日会个，咱不但用正常、正确的路来行，来感动人，安尼做愈济，咱就愈无脾气，愈无病，咱就愈无罪可做。所以到最后，咱的成就就是众生大家人的成就。咱来全策全力吼，大家人共同来努力。所以咱第二个甲你讲，爱做先分，圣贤先分的因言用语的传播啊，卖去做凡夫是非对错的计分员。开口不离经典，随时拢会当讲三宝，随时拢会当说道的好处。心胸众生，关怀道亲，三个人聚会也会当共经说法，增加他修办的精神，这也是行法事啊。咱三个人、五个人，拢嘛会使大家一谈，讲的拢是真理，互相鼓励，修道的好处。安尼，这嘛是法事啊。只要是鼓励人，增加人的对道的信心，对道的了解。迄是稳定的事情，所以咱感觉讲，大家朝向有这个目标，向咱家己的心来努力，净化咱家己的心灵，以真理化解真济无明，化解真济执着，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差别。哦，所以这是修道，咱感觉非常难能可贵的工课。所以伊做着代志，讲着话。行为在当真正断形影，咱王师尊甲来讲，修道你修一个光明磊落、无愧天地心，修到连看你化、放你下的境界，这是一步一脚印的功夫。每行一步，享有无有恐惧，也无有不安。所踏过的每一个脚印，拢是留下。后人学习的典范，咱所踏过的路、行过的路、讲过的话，拢是留下所有兄弟姊妹一个好的印象、好的典范。安尼才是真正咱人的价值，咱人的价值，唔通受气，受气就大，就无爱受啦，歹去啦，歹去歹受，你安怎向咱的救援请做动作？哦，咱袂使做，对不起咱的救援制作，咱互咱的观众至少欢喜，互咱的救援制作伤心啊，互咱家己自信、乌明啊、对落啊，安尼我们划不来，绝对划不来。所以咱爱做简单的代志，咱认真拍拼，行向困难的路。困难是你家己考验，你有志气无？你有智慧无？你有勇气无？这个困难会当使咱真正画一个光明的大路。所以，一条路有足大条的石头，是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看咱家己自己的勇气，看咱自己的智慧。你有智慧，你感觉讲这绊脚石绊不了我，我要把它当作垫脚石。伊会使我提升，伊会使我增加更加坚强的信心。对道的信心，就是我家己本身，我开发我家己自己智慧的所在。所以难不倒我们所有的修道人，我们要怎样真正对家己充满了信心，流露出咱坚强、克服困难的毅力。有毅力，所谓困难难不倒我们。所以这是咱感觉讲事事如归，咱所有的代志，最后咱拢爱行向同一条路嘛。但是这条路还未到以前，
咱爱做价值的代志，安尼才会当使咱真正得到最后的成果。哦，所以行为端行隐，哦，所以燕堂大人真知真情标杆重，上情下效做检讨，必考切莫生对念，更应显志任以修。教法菩萨讲，做上爱做下，因后爱因用，不下难成事，无用难达事。迷茫困境不可成上天下，咱所做对会当成就，做唔对会当就处理对。所以伊就来甲你讲，真理真行标杆，入去个咱标杆，做上情下效的检讨，咱做一个榜样，一个标杆。有课触摸心退呀，拄着考验，我去啦，改态啦，唔爱甲你做伙，看袂起中修，你上帝嘛是看袂起咱家己。所以咱拄着遮个结境，咱应该来了解讲，这是一场考试单，应该显现出我们咱人真正以为因必修，咱袂使补课来放弃。哦，所以教法菩萨甲咱讲，做上爱做下，做下就是咱你讲你爱提出了你应该考虑的信心，你的信念帮助前辈者，帮助这个正确的信念，在这个困难当中去突破困难。所以因后爱因向，你有爱目标，你讲出了这个真正的目标真谛，互人为心互交互。所以因后对后学问，你这个方向目标，伊感觉真有道理，你就可以去突破一切的难关，让他心服口服，互伊心互交互。所以不言难成事，你若做唔对代志，一切拢是比人较好。真正你所讲的，真正互人心互交互，绝对是比人较好。所以你在当真正朝向完成大事的目标，所以正确的方向真的引向我们的目标，在迷茫困惑中就可以承上启下。过去人前辈这样做，咱跟随着前辈这样的踏步，安尼就稳定。所以一定要做对事情，照着我们燕城大人这句话来努力。那我们12点的，我们吃饭时间到了，讲话嘅時間，咱就再去講公告下，下晡1點到2點是剩餘的時間，2點到3點咱就再繼續。邀請各位祝各位心想事成，法喜充滿，感謝各位。前道感谢真讲是慈悲义工，婚道。